嘉义县政府伫旧历过年进前，拢会招县政府的员工来做志工，配合民间的公庙加善心团体去关心弱势家庭。今年拄好是第10年啊，县政府也要到500名员工来参加，用200多台车替18乡镇，计共1500户的弱势家庭送年菜、送红包，希望会当互因欢喜过年。县府的员工无闲甲物资搬去车顶。为着要提供嘉义县18乡镇计共1500个弱势家庭，会当好好来过围炉暝。嘉义县政府员工重任志工，要来分送年菜。疫情期间，各行各业都很不容易，谢谢县政府还温暖的送年菜来替小朋友夹菜。嘉义县伫旧历过年进前，民间的宗教团体甲善心企业，拢会配合县政府来准备年菜送予弱势家庭。因为嘉义县山区、海区所在寡，需要出动200多台车来到送遮关的户。这10年来，那可以说我们透过这些捐赠者，那我们县政府的员工当志工，那送到每一户需要的家里面去。那我想，那这是一个公部门跟民间一个合作最好的一个典范。送完这年菜啦哈，烫的就会当安尼来食呢，大家真方便啦，真好啦哈。受疫情影响，一寡弱势家庭的生活也是愈来愈辛苦。除了年菜以外，协助的宗教团体甲善心企业，阁有另外包红包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今年各界关注的年菜机会有371万，比过去多较侪。嘛希望这款善心活动会当继续举办落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